问你，咱做伙遐叫我，你竟然无了解我，你是一直无心，也是对我已经无意。以前你看到我，就知影我需要啥物。根不免我讲，你对我拢嘛咧关心。迄种的意思，应该袂搁有啊，袂搁有啊。现既然无路，就不免搁讲算计，因为袂搁做伙。解释发生的代志无法度挽回，咱不如照照来转一线。这个时阵，大家心情拢无好，咱先冷静一段时间，慢慢热的航行，我相信啊，总有一天你会了解。因为袂搁做好，何必解释？发生的代志无法度挽回，咱不如笑笑来转一线。这个时阵，大家心情拢无好。咱先冷静一段时间，慢慢就会远行。我相信啦，总有一天。